那样子而已。这边平常会有人过来吗？不会。红叶不叶，干嘛？雨叶，它不会怕我哎，它不会怕人。妈妈，我们一起游泳吧。妈妈，过来，我有好吃的。哎呦！哦，来了，爸爸来。爸爸，钱下来了。係嘛？还要钱。還要錢啊？爸爸。哎，what？好夠嘛？好夠嘛？好夠嘛？喺爸爸請教下，好嘛？Nha, má đi làm kiếm tiền mua sữa nha. Nhìn má nè nha. Má đi làm kiếm tiền mua sữa cho con nha. Bye bye hôn má một cái rồi. Tới đây hôn má một cái. Không nha, má đi làm kiếm tiền mua sữa nha. Ok. Rồi con ngồi ở đây nha. Má đi làm.咩啊？咩？拜拜。Bye bye ha. 拜拜，你做咩啊？家人做嚟啊？用係啊，你做咩啊？好， Bye 拜 bye 拜。 ha. 阿公做媽đi về nhà, má đi làm 阿公做媽媽不是啊？好吧。 Bye bye. 哼。等一下你上去干嘛？電趴。剪炮。順那裡啊。那上面不是爸爸在割草吗？anh nhé một số gì. Xin chào mọi người, mình tên là Ngọc Bình, mình đến từ Việt Nam tại Đồng Nai và hiện tại mình đang sinh sống, kết hôn và sinh sống tại Đài Loan. Mình qua đây đã được 6 năm rồi. Hiện tại mình đã có một đứa con và chồng mình đang làm nghề nông là trồng cam và ước mơ của mình bây giờ là mình đang muốn trồng dâu. Nhi à, 来修一点树枝啊，然后看一看橘子长得怎么样。做农就是很简单，就是每天就是来园子巡视啊，不一定是工作啦，不一定是工作，有时候偶尔就是自己的作物要上来看一下。所以说我还是有汉的，就是在手框框那里啊，洒水那些看一看，看它有没有较太地位啊，看有较浆膜啊。冬天的时候我在这边捡橘子，夏天大部分都是我老公做，因为夏天就是我老公要喷药，然后要割草。有啊，有时候陪老公上来啊，像他到7月份，我们要喷那个粉啊，防晒。有时候我要上去，我要泡那个粉，泡这种的白粉啊。我还没嫁过来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做农，是做橘子，但是我不知道做橘子是怎样嘛，因为我完全都没有看过，我就认为说应该是外国应该还好吧，没有像越南做那个农这么辛苦吧。他就说过来这边不是说马上要工作。慢慢来适应。我家里公公婆婆也没有，他没有说，你要去山上工作要做什么没有。然后嫁过来就，哇塞，做农这么辛苦啊，晒太阳晒得要命哦，晒到中暑。刚开始真的不适应。我种的是茂谷柑，它刚来的时候当然。冇很易天天上来做啦，就是怕讲佢冇关啊，天天很易上来做冇讲到嘅，冇讲死嘅。不是，就跟他说，你做得天数做天数啊，
然后家里面你弄的弄一弄，然后妹妹照顾一下，还小没，就是在家里帮忙照顾啊，有空就帮忙弄。然后这几年慢慢的，我很没空的时候，她也蛮愿意上来帮忙的。像俺家修剪哈，主要就是说，俺那个剪开来啊，剪开来，第一点嘅养分唔会抢的，然后再来如果讲俺食药个较好食，那啲食药个剪较老掉的剪开来，嗰个俺就食药个较就当好食，唔好讲。油太多的啊，要个写一个，比如讲，俺甘要较强啊，安尼。阿炳，还水了，快好了，差不多了，顺顺啊，快快的，今天。后来好热，好热。毕业甘没给了。我跟文业认识是我姐姐介绍的，那时候我姐姐先嫁过来这边嘛，10几年，然后后面她有一次去文业的橘子园帮忙工作，然后刚好我的相片有拿给我姐姐看，刚好文业有看到，然后我姐姐就随便问他要我帮你介绍吗？然后他就好像他看到我相片就喜欢了，他就说好啊。然后就这样介绍，然后就用赖聊而已，聊到快6个月。那时候我觉得好久哦，又没有听他说要回去取碗，我会怕说浪费时间在网络。那时候我就说，我想去澳门工作。他听到我去澳门工作，然后下个月他就说他要回去看我。下雨比较好啊。干嘛？要休息啊？要出去啊？去哪里？休息啊。要去哪里？去哪里？公园。头发。改天。台中。改天，再看。然后他就买机票回越南找我，我对他是，好高哦，好帅哦，真的，好高好帅哦，可以哦。这些是我们就是出货会有分 A、B 级的，我们 A 级的挑完了，剩下 B 级的话比较丑的，我们就会自己剩下来做一些加工，就是压果汁啊这些。这个橘子啊，跟你们越南的橘子比，味道怎样？这边比较甜，比较好吃。那像这个部分呢，你们要榨成那个橘子汁，你都会帮忙些什么？我就拆袋子啊，拆袋子，然后拿去机器房转，看你用哪台。如果自动的话就按，就看就好了。如果没有自动要转的话，在那边转。然后坏掉。那丢就直接丢。对啊，这些都还算蛮轻松的。家里轻松的就是跳橘子。挑橘子。就是刚开始是我婆婆教，然后后面是我自己看习惯了，我自己决定的。以前我妈妈教着碧果银的、碧果银锭的，然后有那个黑点，她就说黑点，然后画画的，她教这个是画画的啊。然后我后面我做这么麻烦，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做 A 跟 B 就好了。A 级跟 B 级 ，A 级就是很漂亮，就漂亮，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叫 A 级。还有画画的点的，叫 B 级，一起 B 级就好了。你看文业是 A 级还是 B 级？文业啊，刚开始遇到他是 A 级，现在是 B 级。
因为他有只他说，阿平，如果你那个称啊到了60，我要退货哦。他很常这样跟我讲。现在哈，我没有到60，我不敢跳到60。不是，我是说太超过胖70啊60还是70？ ，70哦，70。要送回去越南劳改。上去关。第100看到有相片呐，那时候看到相片，细细粒的啊，细细粒的就安尼可爱型的细细粒的安尼啦，系啊。第100看到有相片呐，那时候看到相片，安尼可爱型的细细粒的安尼啦，系啊。煮安尼煮过去了啊，迄时候转来就讲，免无深究啦，讲啊咧煮人阿爸阿妈讲我拖煮我当然有看到食猪油多盐的，做食猪油，应该纤维也唔会差太多，煮我无煮讲，反正两甲白的咩，姊妹两甲白有盘咩，煮讲好啊。均的会好，我安尼就煮透的啊。手干嘛？好了没？忙啊，难夹，哟，我看一下。是吧？快好了。都可以啊。啊。这装起只对的。等我扣，结果迄扣啦，开锅的。讲能吃吧？你吃没怕，反正你都可以用。还好。哦，刚刚给我喝的橘子，那是我小叔黄文义。行销科科长，黄文义。啊，后面是我勾勾是负责看妹妹，照顾孙女。我够老啊，我说结婚哦。一开始给加来第1年，其实给2、3年相处哈，还是会慢慢的有一些状况的产生。对，慢慢还是要经过磨合期，这样有可能就个性上还没有完全磨合嘛，因为毕竟之前没有在一起生活过，而且两边文化差异也蛮大的，相对来受助会较多的状态产生，可能来够嘅时间就心情当中要较无稳定，过2、3年有时会小吵架这样子，妹唔会吵得清雄啦。不过还丁还受没算强势的你，对，也算蛮强势的人啦。其实我觉得2个有时候都有互相的容忍啦。啊，按了吗？按喽。按了。冇用太干的，其实用太干的也塞做朵。你干嘛不用大那个管？你用太干的也做得好。啊？那太干的只有香夹啊，我就有用过。没关系，就用大的啊。它会跑太多啊。你这样会晒到。受不了，他是有时候我讲话他不理我，那是晚上。晚上他工作回来，他就看手机啊。有时候我跟他讲，他讲按手机。有时候他就是一直问到后面，我就回答他了。其实还一直问，问到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就是问到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你点用 N 级啊？
那听讲迄做嘻哈比球松波的啊，现在带妹妹上一条，好啊，弟，我上一条嘛。好啊，明天几点送去？下午啊。下午啊？对啊。可以哦，可以哦。那有什么好玩？看风。看风景而已。看花的。啊，看画。现在有画吗？很多花、啊。夏天只有画，不是冬天啊。Hôn má một cái coi, qua đây. Qua đây hôn mẹ coi. Làm gì vậy? Hôn má à? Hôn má đâu? Thương má đâu? Hôn má một cái. Mỏ hôi à? Má coi cái răng coi. Má coi cái răng coi. Có xúc miệng gì à? Xúc miệng làm sao? 玉锦，你跟他讲的是越南话吗？对，我跟他讲的越南母语。1岁开始讲到现在。講嚟點啊？來，阿公啊，哎呀，拼圖của con đâu? Lấy ra chơi拼圖đâu? Đồ chơi của con đâu? 妹妹？扭屁股啊，公哎，爸爸，他的拼圖呢？我怎麼沒有看到？在邊邊啊，哦，扭，哎，我扭，哎呦，我公公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头脑很好，什么都很会做。我刚生小妹妹嘛，然后他在那个电脑，他看那个做木马，我觉得很奇怪，啊，爸爸在那边看木马，看是干嘛？他看好像有1个禮拜，然後他就馬上做一個木馬給我妹妹。爸爸是什麼東西都做得出來，只要有書或是有影片可以看的話。應該有影片看過都會啲啦，也是我有個東西看到，就會有想象力會去做嘅，要最主要要按你東西有咁看咯，係啦，有時咪做，咪做一陣呢，當然看啦，創業嘅乜嘅咧，創業螳螂用嘅安尼，看了。有點想象力啊！我爸吼，基本但以前生意忙出世家下，佢會當做都上去上行，做到會連租嘅張轉來，一下冇窮樣，佢會上去上行，命，過差唔多7、8點嘅，啊，佢知道妹妹會行，佢做實轉嚟了休息。嗰時候生意呢出世。我做对机器改整个形态上的、身体上的放松比较有帮助。以前的话，冇生意噶，佢較冇做啊，吼，伊生意搞本來都嘅設計啊，會去做都好嘅啊，都搞本嘅去做啊，叫做會好都好嘅，唔但都唔是困難多啊，做生意圖快比做生啊。阿皮，你幫媽媽弄這個，看有沒有鹹啊？那個湯試一試，看有沒有鹹。也弄起來用啊，要放一點那個橄欖油放下去。我有放鹽巴了哈。好 ，OK。婆婆也是對我很好，有一下我聽說一下婆婆就不喜歡媳婦，還怎樣，她不會，有時候他有什麼事情，他也會很溫柔的跟我說。比如是今天是我在家嘛，如果他腳沒有很好啊，他去種菜嘛，然後很累，他一直說，阿平，今天喊你煮菜哦，媽媽腳痛，沒辦法去煮。他從來沒有用那個口氣，阿平你去煮菜，他沒有用那個口氣對我。玉萍，你是在越南就會做菜嗎？還是來這邊才學？過來這邊，媽媽教的。那你會常常會想念越南的？以前剛過來的時候很想，然後越來越不想了。有吃就吃，沒有吃沒差。
甲脾气很犟哦。即下头摆要做人的媳妇过来的啦。俺给养时的家养，就是老一下家养就完全无共样啦。也就是家要去想啊，慢慢的去了解，慢慢的去分析，夹个各信仰的，就慢慢的配合啊。佢要当聪明啊，佢要知啊，佢要晓得啦，佢要晓得讲，一项爱佢养的情形家下，佢爱尊重爱的，尊重爸爸跟妈妈，佢要晓得去想。慢慢的研究的，各位又有相提出来的啊吼，养的就较无安会去钻牛角尖的。越南没有夜色，没有像这样。第一只过来这边，觉得哦很奇怪，然后闻夜，我问他，哎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夜市，然后我就说啊好像越南没有这样的夜市。然后我说每天有吗？他说没有啊，1个礼拜只有1次而已。爆红嘞！有nhà mấy cô Cái này không có, cái này ở nhà con có Rồi, rồi. tôi ăn Hôm à? bữa má mua cho con rồi. đúng à cá anh chú sổ kìa à chú bao sổ kìa 对，黄文烨，你还骂我不是弟弟？我说明明是黄文义，你说没有。他要跑他的玩具。我觉得台湾很好，生活方面很好，吃的都很好，都很营养，保养的都很好。越南有好了，但是没有像这边这么好。我过来这边最不适应就是天气，就我住的南越没有冷，就是热。第1年的冬天我冷到没有下床都没有，我就躲在床上，然后把那个棉被啊厚的棉被盖紧紧的。我一直跟我老公说啊，老公好冷好冷。然后我老公说，哎，你没有出来运动运动，你越躲在那边越冷啊。我也不理他，我是太冷了。然后就到晚上，有时候没有洗澡，太冷了，太冷了。熬夜给他自己跳吧哈。cái này hả? Cái này hả? Cái này à? dạ sống bay kịp thì 对，上次被丢他最掉了。好给他加100玉萍，你有特别喜欢夜市的哪个部分吗？吃的还是玩的？吃的你吃过最特别的东西是什么？臭豆腐，第一次过来吃到臭豆腐我会吐。现在喜欢，以前没有很喜欢。阿炳，我怎么了？ 3个要红豆子，我拿钱哦。你们一起要，一起。食品这个也是你以前没有吃过的。对，后面是华文爷爷是他带我过来吃的。张口是他17万。他说他们越南嘅安太窄啊，台灣嘅安太窄啊，伊講佢收唔到啊，伊講佢收唔到，衝太窄嘅，伊講佢收唔到，也好，班長就被服退了。其實越南他們的生活水平跟我們現在大都市來比的話，其實是差不多，就差一些某胎呢。文化上就差很多，他们越南生活很狭义的。早上他们都会先去咖啡店，然后就是他们每天早上喝个咖啡加奶，喝完了，然后才去工作。工作结束的时候，中午下班的时候又去咖啡店再喝一杯咖啡，喝一杯咖啡吃个饭，然后又再回去工作。他们生活都不一样，我们生活节奏步调很快。他们生活节奏步调没有那么快。就买好了。出去就是了。对啊。OK 吗？叫啊叫啊。
上班。没了。没了。哎，我也要下去。呀！哎呦，这个还要绑起来。要啊，要不然这样长地上啊。这边绑一条就好了。哎，等一下，拿来吧。你现在做什么？在绑绳子。这个是要种什么？啊，百香果。百香果啊。现在我在弄这头盔兽的苗哈，因为它现在已经长了，所以我现在是把它绑起来，绑在柱子上面。就是刚好爸爸妈妈刚好买这一块地啦，然后再就是这一块地的话，想说要做一些友善环境的工作，不想要使用一些化肥或是农药那些啦，然后就想说要种一些农药尽量少用这方面的作物。百香果就是不怕病虫害啦，然后再就是它有一点比较简单的照顾，所以说就种百香果这样子。那你们弄这块地的时候，玉萍有来帮忙？有哦，他有来种菜哦，那个菜那一颗啊，那个大陆妹，怎么样？然后上面这边这下面，都是要种来是想卖、啊，想要种来卖、欸。然后遇到价钱不好，哦，所以现在是改种百香果对。可以说嘛，亚种百香果呢，因为人家变全部会定义很多休闲农业、休闲农场来规划，因为人家太不会当少年做休闲农业，所以我就开始来规划一个起点，啊，要做较太地的，将会较多人来嘛。那冬天呢？哦，冬天要很少哦。冬天就很少。冬天是。其实我爸吼不能接受这个想法，已经蛮长一段时间。就讲传统的做农啊，吼，因为也时代无共样吼，免讲时代无共样啊，就讲我人系顾住梦想啊，安尼紧做下，因为我就安尼像做农事、做甘的事，其实下面做了25年，因就想讲，海不海一生年就全部做甘的，也买到的田，新买到的田地全部拿来种甘的。咁安尼种下去，就规生年全部变做农的。其实根本唔免影响我的生活，影响的係就講讓我做休閒，本人自家有時間好來聊，好來休息，過來做對位年老年互動的一種產業，對人來講咪較喜歡。我现在要去哈比修。妈妈，啊？哈比修送货是吗？妈妈，送货。没在钓。妈妈，对。等一下，现在我去载一个朋友，是我的越南朋友，他也是嫁过来这边的。嗯，有。我都听说台湾都很好哦，然后尤其是台湾老公不会打老婆啊，然后后来我嫁过来，我也有听有一些比较早嫁过来，就说有哦，怎么可能没有？有会打哦。这样说，我好姐妹应该没有，都没有，因为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就后面才会嫁过来就没有。我都是听说老公很疼啊，婆婆很疼啊，都是老公对她很好，而且我觉得这边是法律会保护我们女生，有安全感。哎，用力推呀！妹妹在后面，离妈妈远一点。啊！较用力点，较用力点，用啊！大力一点。南越，他叫阮思边，我是从越南嫁给我老公的时候办证件就遇到他嘛，然后我们就认识，然后结果
嫁过来就刚好，念完了。他也是住我附近。他先生跟我老公以前是邻居的。刚来时候呢，6个月我有怀孕了，比我早，我1年后。他现在快5岁了。刚来时候看那个台湾，你们不是冷好了热啊，没有舒服一点点，可能再久了比较好。再给妹妹。台湾比较好了。头摆10多年前，甲家就去托新住民家系用个中介公司过去的，比方说中介公司过去，比方说他们那边的越南小姐，他们就是比较没有选择的权利啦，他们就是人家过去托的先多的去做嫁，迄时候嫁嗰边较苦，不做嫁如较苦，味道天数不卡就选择嫁过台湾。咁我嫁过去台湾呢，嫁过去台湾留到嫁的当好，没有当唔好的。嗰个小辈廿几年当到安尼离婚的啦、家暴的啦，嗰个政府就开始就做一些制度上的改变，然后去保护他们新住民，保障他们过来的一些权利。所以说，东南亚片过去透家，比方讲，就是亲戚朋友嘅就会带来介绍讲奈就介绍过去就2、3年去联络好嘅就像我片，联络好嘅就认识又过去看呢，看呢有喜欢睇下讲一下就开始办手续过了。这叫美芳，她老公是我老公的堂弟，也算是我的朋友。很熟啊，从她嫁过来的时候，对。我们感受一下气势。聊家里啊，聊公婆啊，聊小孩啊。那我可以了吗？那他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一些事情？一定会的，这一定要的。对。妈，不行不行了，他讲错，他等下被他赶回去怎么办？不会，他说那个台湾有家暴法，他知道的。黄爷，现在我才发现，台湾的夏天真的很长。你不会看一下越南那边气温多少？热，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在外面做，我从来都没有不用晒太阳做。冬夜啊。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去游泳。开服。我们一起去。是啊。妈妈，我们一起去游泳。我们可以一起，不要游泳啊。那在里面有用啊。有啊。你有带这个暗琼米。洪文业。这边玩吗？还是下面？啊？那有落下去吗？这里是哪里？这是大窝，这叫大窝。这边是水，小孩子可以玩的，乡下的小孩的。走哪条路？啊？走哪条路？我看到随便都可以下去啊。这里浅浅。有蚊子叮你。等一下。这里浅浅是比较好，比较好。还是去那边好了。你给变红了。有打中哎。有打中哎，流水。家暴又肿起来了呗。又肿起来了。我帮你打蚊子，侯爷。我家里是做农，种咖啡药果。那时候我还小嘛，他认为我读书好就好了，
他也没有说叫我出去帮忙什么。然后长大就去上班了。那以前我公司是做那个零件，汽车的零件，是台湾人过去那边投资的。工作农的，家里咖啡啊、胡椒、药果都是哥哥做的。过来这边才自己适应，自己做。爸爸，是吧？这里我越南也是乡下，也会有像这样一样。爸爸，这里有青蛙吗？但是你都没有例外。爸爸，没人教啊。妈妈。然后换我喝水。找比较浅的，不会沉下去的比较好喝。哦，这里可以。ngon hả? Thế nó quậy không? Cái đó là cò tôm. Cò tôm đúng mà không phải là putin. Hào sư mà. Ngon. Mẹ hào sư mà. Kêu ai đây? Ai đây? Ai đây? M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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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再问他是这位小姐是谁，然后他就说干嘛？干嘛？不是干嘛？在大湖，如果说闺蜜，我只有一个而已。对，如果说同事工作一起的，就很多，蛮多的，算不出来，超过。其实泰府真的没当到新住民朋友来鸦片哦，因为对我来讲，那种蛮国际的趋势，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会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我吃到这种文化都在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慢慢融合。像我当中去跟朋友去跟同学，没当到有印尼的，有越南的，就是第二代啦。老人相处上来，根本就冇乜嘅關係，冇乜差別嘅。對佢來講，佢係咩台灣人？佢係咩當認同一個台灣？認同來講，大家有一個公司來認同，就不分國籍。剛來時候，那個台灣我覺得工作不一樣。那個越南我們以前我做那個工廠就好了，沒有賣那個東西。那個是台灣跑到山上做農，不一樣那個，可能還好了，慢慢來。所以做農比較辛苦。對。對，做農比較辛苦。下姨一樣要跑去工作，現在快6年還好了。你现在穿鞋是要去哪里？我要去採草莓，因為草莓要採晚上的。为什么是晚上才采？因为我老板认为是，他就觉得是采晚上那品质比较好，比较漂亮，所以他从就没有太阳，就下午5点多5点就开始可以采了。所以采草莓是算你的打工。对，外面打工的。妹妹，妈妈đi làm nha. Yêu. Đứng lên, ít chậm. Mama đi làm nha, bye bye. Đi làm. Bye bye. Mama đi làm nha, bye bye. Bye. 以前我老公过去越南的时候他载我，然后那时候是规定不行超过40，然后他就
超过40，它就被罚单了。然后我过来台湾，我就发现，诶，有时候我在乡下，有时候我骑到60也不会怎样，我觉得很奇怪，又没有看到警察，差很多。那你现在炒这些采梅都已经是末期了嘛，比较小。啊，对，草莓是要做什么用？现在不甜了，因为后期了。我听说老板说好像交给他的客户做蛋糕的啊，然后有时候也是做果酱的啊。就像在越南也有草莓吗？越南有，就是大乐有啊。我觉得台湾的比较好吃，台湾的比较大颗。那像你们打工是怎么算薪水？我们是算时薪，1个小时是150，有时候做8个小时，有时候做超过8个小时。就是因为我以前我都去外面打工嘛，然后现在我觉得，应该自己也想要自己种草莓，要试看看。所以老公有支持你？老公啊，他就会说。看你啊，你要种就种啊，他不会反对，因为如果我种草莓下去哈，就是我自己做，他就负责做那个橘子，因为橘子刚好跟草莓是同一个季节嘛，所以他们真的没办法帮我。现在我们山上有一块地需要整地了。那是我公公他留给我的，他给我的2分多地，他说给我种。伊这个愿意讲出来，伊想要做呀，师婆诶，我就说可以，有地方有可以支持他，我就可以，当然也是可以做啊。我是个人觉得，出于他自己自愿，他愿意，他想要，我们就给他弄啊。嗨，我现在要去做草莓苗，我要帮我姐姐做那个工作草莓苗。以后我要买草莓苗的时候，我也是要买它的。我以前很少在外面打工，第一次打工都是帮我姐姐打工的，然后后面才去外面帮别人做。这个是插苗。这个要整理哦，如果你随便放的话，以后它的根长长了，它就会混在一起，会乱七八糟的。到那时候藤很多的时候啊，你就很麻烦。所以我们每次插苗的时候啊，要摆这个藤，要往外面，要往前。大部分种草莓都是9月份开始打泥土，然后弄田里大田。如果这个苗啊，它里面有长根的时候哈，到我们9月份、9月底、10月份要种的时候，就这个叉子要拿出来，要收起来。我想说，既然要做就不去做啊，系嘛？要做亲好啊，你要做嘛就做得啦，唔要做切下前要死好做。就后悔啊！对他的梦想，是想讲，佢想要做嘢，就全力来支持。冇办法像佢安尼意向来到一片，迄假如冇一只家庭做支持佢，都做佢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之后
那也是蛮辛苦的啦。所以说，当我还有TF 啊，给他的细细的梦想，就是吃破的听，每一种传钱、每一种增长的事情，总嘛唔会支持喏。这对于之后的整体的休闲产业发展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环。我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以后明年要种的草莓园，有3块，是2分多地。8月份我老公会帮我整理，然后打田，请人过来打田。以后上一区也是这边附近，他要做露营区，然后我就想，如果你要做露营区的话，那我下面这边我要种草莓，以后给你们的观光客过来采好了，然后自己做，像老板娘一样，就很开心。我对现在我真的很满意，因为我觉得我婆家，我叫我婆家，我婆家对我态度、对我感情，他们其实真的很好。我只希望这样而已，因为以前我听说婆媳的关系怎样，有时候老公对老婆怎样不好还是怎样，我有一点怕。但是我过来了，然后应该是越久感情越深，然后越了解吧。所以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幸运，因为我真的很幸运，我不像其他的新住民说婆媳的关系怎样，然后老公对她怎样，我真的很幸运。走不动好远，走不动，要不要抱我？不要。以前还没结婚你又抱，现在结婚了你又不要抱，看。没有了吧？台湾是我第2个家，我很幸运遇到我老公、我公公婆婆，然后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疼爱。抱不动了。来。这个吃醋干嘛吃醋？哎呦，抱妹妹就好了。哎呦。不要抱妈妈。不要抱妈妈，抱你就好了爸爸以后抱你就好了哈。抱你就好了抱你就好了。阿平当欢喜唔来到俺家忙活再接再厉，再个奖加伊咧。伢爸爸行家要跳，俺要奖伊阿平是爱奖加量咧较拄好爸爸，不管生大生歹，奖加记载有较闹眼的，叫俺也要含可以把可以让天数带大家见嘅把做对吧？感谢安燕嫁过来啦你叫我男妹妹有嘛事情好好讲好好相处，有嘛个梦想你就向他做啦有嘛烦恼你就两个向他想。